风就差。哦，日本熬早吼，我甲电风禁起来，较袂遐吵。哦，但是实在是真热。我看我大概。好，开车门好了。好，我知影台湾足热吼，我是讲，我中国个转去时阵，台湾已经足热吼。但是这只吼，一直到今仔日，我感觉到今仔日才真正开始热天到吼。哦，真正足热。好，热天来啊啦吼。咱今仔日要继续读1651年吼，8月19。但是这个1651年8月开始，8月中开始，这本吼是另外一本吼。伊写讲是特赛，叫做 William Verstegen 吼，对巴达维亚要占领几啊所在会出巡的视察日志吼。其中应该是咱即只收的这段，应该是伊去看伊要来台湾视察的这个日志吼。对1651年8月16到11月21吼，咱拄则开始读尔，8月19咱开始。8月19拜六早起约8点钟吼，8点的时阵吼，雨流啊小停歇，上水的水手长甲伊的船驶来划阮的船。迄时伊阁下可能袂记啊吼，顶礼拜咱读到讲，因为风影足大吼，迄船海来海去吼。咧写日志的人应该是伫船顶吼，讲咱海甲讲来总叫要海出来吼。迄时呢，伊阁下所以上水的这水手长甲伊的船驶来划阮的船。迄时伊阁下随家同几个朋友，就是含几个朋友换去迄只船顶吼，靠上帝保庇，互船来撒开。约伫10点钟，伫遮烦恼讲会因为点钱无风来有危险的港道呢，会当得到所期待的顺风。这是你翻译啥物啊？看无？伫遮烦恼啦吼，烦恼，但是烦恼啥？烦恼讲会危险吼，讲会点睛无风的危险。希望讲会当得到所期待的顺风啦吼，互阮比所想的搁较顺利来航行，来无危险来进入港内。伫遐拄着奉长官阁下之命来领起的一只大的普罗船吼，普罗船是种船的一种种类啦吼，普罗船。会对主考有写讲，是一种载伫大船顶的小船吼。普罗船是印尼一种宽而且长诶有带桅杆的即个船吼。好，讲伫遐呢，伫咧港内吼，拄着去奉长官阁下之命来领即个一只大的普罗船，船顶坐有前来领即个代表，上级商务员 Frederick Coyet。稽查官 Thomas Brugel， 稽查就是稽查吼，含 Rainier Damans
好，下对 Rainier Diamonds 下对有注卡，咱来看一下。Rainier Diamonds 是Rotterdam 的人，1650年以上级商务员做日兰迪亚和出国。1651年8月23升任台湾的福尔摩沙议会议员。同一年8月29被派做税务官。1656年，伊还阁担任这个职务。1657年12月，伊正做法务议会议员。2年后，伊担任几啊职务，譬如孤儿事务所所长、孤儿院啦、所长啦，和婚姻事务专员。好，咱转来日志者讲，上述的国下就是特赛 Verstegen 吼，就是咱讲的即个出巡的即个吼，孙营水源伫个距离即个城堡的一个大炮射程的所在吼，换做该船吼，换做迄只 Pro 船哟。约落伫12点钟，约落伫12点钟的时阵，顺利来起山啦吼，俄罗上帝啦吼，中昼的时阵起山，然后咧对武装排列徛着的真侪士兵中间行上即个城堡吼，迄个仪式啦吼，就是一队即个士兵吼，两边排列吼，武装吼，全副武装吼，排列即个两边路边吼，即个长官吼，行即个路去个城堡。伊阁下受到长官阁下非常真诚愉快的欢迎。伊阁下受到长官阁下如上述所看来有一点戏谑吼。非常真诚愉快吼，外表看起来是安尼啦吼，会欢迎吼。即个长官阁下应该是台湾长官啦吼。讲即个 Verstegen 特赛来的时阵呢，台湾长官来甲欢迎吼，看起来敢若身体诚虚啦吼。台湾长官吼，但是外表看起来是要诚欢迎吼。伫阮到位以后，但是去顶面以前吼，去顶面应该是讲去城堡顶啦吼。较低层的职员甲所有的军官也拢来即个城堡里，表现对阮的即个姗姗来迟吼，感觉意外也极为担忧。即个姗姗来迟，我查一下即字要哪读。读做就是读做山吼，山就是好，就是水吼。我一个表小妹，敢若就是用即字做名吼。我查一下，歹势吼，我看一下伊用我即字是安怎读。毋是吼。好，因为吼，伊减我差不多9号10号吼，但是因即有呢，阮的表小弟的表小妹吼，迄名其实拢，伊爸母拢惯势用华语来念伊的名吼，所以阮就缀咧念，大家若念颠倒袂晓，尤其是伊用这字有诶是足罕看诶字吼。山吼，好，袂记你名，或者是上诚可怕诶代志吼。足侪人家己名台语已经袂晓念啊。好，咱转来日志遮讲，表现对阮诶姗姗来迟感觉意外，也极为烦恼吼，极为担忧啦吼。因
圆口动声来讲，圆口动声，我拢直接就是读文言音吼，拢真急切来望着伊阁下会来临，伊是盼望啦吼，拢真急切来望着伊阁下来临，以便迄个发生的大骚动得以提早得到所期待的清楚的和完全需要的救证。即是救证的救字，我从来毋捌甲查过来查者吼。救吼，伊有两个音，一个是救，一个是救吼。第二声、第三声啊，所以咱读救证的时阵，其实是第三声吼。拄则即段写甲落长，但是啥知影伊咧讲啥？来。为虾米芭比会伫楼骹呢？我本来拢有甲设定伫咧台仔顶吼，我袂记吼。毋知可能是我设定可能走起来款啦吼。可能爱搁整理，因为我要转台湾以前，可能有甲填起来啥段。好，咱继续吼。无啦。我对台湾转来的时阵吼，一开始我本来要读，结果吼，因为人爱困，结果我只好搁停吼，所以就可能叫我停掉。真热呢！我伫台湾的时阵吼，真正热啊，是一工咧去呛冷水，呛2-3遍。结果今仔日伫遮嘛是感觉就想要去呛冷水，规身躯寒。好，来，咱继续看咧吼。拄则即段伊翻译甲无讲介清楚，咱搁来看一遍吼。讲伫阮到位以后去城堡进前，迄寡加阶层的职员甲军官吼，拢来设城堡啊，看表现甲讲安尼对阮遮尔晚才来吼，感觉真意外、真担忧。因圆口动声，因拢咧讲啊，真急切吼，望讲恁会当紧来吼。后壁这是写啥呢？写讲，以便迄个发生的大骚动得以提早得到所期待的清楚的甲完全需要救证。1651年，因为伊无写，等下吼，即个大骚动我咧摇是毋是各怀事件？因为日期无记，我煞毋知伊当时。来，我搁查者吼。过啊，到底这个音是安怎读？好，只好用华语拍。各怀事件1652年哦。当时啊，1652年，所以还未发生哩。1652年的当时。9月，也未发生，即嘛咧讲大骚动是啥呢？好，因拢以口动声来讲，我真急切望阁下来临吼，以便迄个发生的大骚动得以提早得到所期待清楚、完全需要的救证。但是毋知即好啦，下底注脚3第3我看嘛，应该有写讲日子会写即个度假啦吼。意思应该是讲纠纷主要是出自台湾议会甲牧师中间吼。执政当局想要甲牧师早着咧运作的对原住民的即种政务权力要甲摕落来，结果因为安尼可能和牧师无啥欢喜啦吼。好，
所以因希望讲恁来会当甲即个代志当甲处理吼。也因为规个以后将会甲阮讲的其他因素吼，所以来迫切望着伊阁下早日来临。特使阁下伫咧长官阁下的楼顶大厅里小可休困差不多半点钟了后，就命令调换所有主要的单位的主管以及军官等等的人来顶面来。所以即个时差，即个算阶级真悬啦吼。因起来了后，遂宣读因的委任状，委任状，歹势，委任状。宣读伊的委任状是应该是讲宣读巴达维亚所委任互伊来视察的即个委任状啦吼。我意思因知影讲我是有得到权力来吼。也伫迄当阵，徛伫咧长官宿舍下面，全副武装的军队吼，鸣枪肃响吼，发枪就对了吼。同时也对顶层的城堡用大炮热烈来鸣炮。即寡代志了后，伊阁下应即个台湾长官阁下的武宴邀请吼。歹势，毋是武宴，午宴吼，就是台湾长官吼，请伊食中昼吼。即八月吼，就长热的时阵吼，请伊食中昼。带领着伊的随从，搁再去顶面迄个大厅里就坐，伫遐一直到约下晡4点钟，大家才同齐徛起来。然后即天去参观即个城堡了后，特使阁下就遂决定要踮咧顶层城堡里的迄个旧的长官的即个伊是啥住屋啦吼，就是长官徛起的即个厝吼，即个房间吼，伊要踮遐困就对了吼，踮遐安踏落来，所以就随派人去清扫迄间房吼，并且派人将伊的行李来全部家己搬入去。好，来长官来视察吼，来视察啦吼，一直到11月，咱来看伊的日子吼，逐工拢有记啦吼。8月20礼拜，即天两摆去教堂做礼拜吼，一礼拜日吼。虽然讲伫咧即个新的共和国，带着真侪荷兰人的家庭。即个新的共和国敢是伫台湾啊？但是呢，来上帝家出席上午甲下午的礼拜的人，和即个大的社会比较起来，也是真少数哦。即个新的共和国安尼翻译怪怪啦吼，因为这也毋是新的，应该是讲这是新的共和国的一个市民队啦吼。好啦，当然伊指讲荷兰即嘛是一个新的共和国嘛吼。伫即个新的共和国带真侪荷兰人家庭吼，但是呢，来做礼拜的人真少吼，和即个大的社会比较起来也是真少数。应该是这是和大的社会比较是和规个台湾社会比较，还是和台湾的荷兰人社会比较？看不出来吼。原因毋知是因为即天规工日落雨非常的淡湿，还是因为讲因知影讲袂有合着要求的讲道吼，只是宣读上帝话而已，因此就无来教堂吼。毋知啦吼，毋知是因为落雨天，逐个无爱来，还是因为讲逐个知影即个。后壁即讲甲遮落长，意思是讲，还是知影讲即个牧师袂晓讲道，牧师讲道讲了无好，所以无爱来教堂吼。声啊足客气，但是意思就是安尼吼。因为因知影讲袂有合着要求的讲道吼，只是宣读上帝话而已，所以无爱来教堂。听讲吼，对即个教会领导主要原因是，互人尊敬的牧师 Cliff 和 Harper 两人已经有一段时间身体欠安吼，伫咧即
情形，即个情形伫阮到位的时阵也有看到，而且健康又搁适合讲道的即个 Gravius， 却伫咧无偌久以前因为私人问题因为和台湾长官阁下中间的私人问题被长官阁下对小人社甲伊调回调回台湾遮啦就是伊本来伫咧幕会的所在是小人甲调转来即个台湾遮毋若停止伊的政治甲牧师的工作，也伫咧长官阁下的命令之下，伫伊的停职的期间，必须要离开教会，也离开即个城堡你看，咱拄则讲即个，毋知记分是啥，就是应该是讲这啦为了要暂时避免所有搁较严重的冲突袂当互伊搁继续留踮咧遐。何况现在即个岛上有5个牧师，此外还佫有2位随时都有可能会对片湖来遮，就是有5个牧师，而且有2个会对片湖来可能。因也是会当像以早安尼，会当伫咧即个温顺开朗的社会来传扬发展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伫咧荷兰市伫台湾发展的情形是其实足好的上述的特赛阁下今仔日就开始伫咧顶头伊的大即个所在摆设伊家己的岛伫边仔也摆设2位议员，就是 Johannes Dankers 甲 Zacharias Wagner 以及秘书 Philips Kassenleer 的座位除了家己的岛佫边仔佫2个议员，一个秘书的位上述即寡人也伫咧顶面，佫安排有一个适当的大的所在，以方便和特赛阁下就近来商议，并且会当充分来提供协助。拄则即个2个议员有都有注卡咱来看一个叫做 Zacharias Wagner 这是拄则读的第2个第一个无介绍，第2个有介绍讲，即个 Zacharias Wagner 是1643年以海军见习生做司院号去巴达比亚，同一年升任助理。1648年升到商务员，1651年去佛罗摩萨，伫遐正做议员1653年7月被派去广州，负责去探查伫遐贸易的可能性，并且去调查是毋是公司应该派正式的使臣去大使啦使臣去满洲人的宫廷，就是大清的宫廷。然后因2遍来做日本出岛的主管，巴达比亚的法务议会议员，以后佫担任好望角的公司第2位高官。好望角在南非遐1667年以归国舰队副司令官来回国。另外，迄个秘书咱下底有注卡讲，即个秘书 Philips Kassenleer 是叫做 Jules Vlaanderen 的斯路易斯人1647年以助理做 Brandenburg 号出国，去佛罗摩萨担任秘书。1652年4月16号延长工作契约6年。伫咧6年中，前3年做下设商务员，后3年做商务员。好，过来拜一啦，上班啦8月21号拜一，上午约11点钟，特赛阁下伫咧下面长官阁下的宿舍头前。即个2个，一个阁下就是特赛阁下伫咧即个长官阁下，应该是台湾长官阁下的宿舍头前，伊应该有的礼节礼节宣告讲 ，Karel Reniers 阁下来担任河印总督之师。
为着即个目的，迄寡重要的人物对迄寡主管甲下设商务员拢来参加，就是公告讲即嘛新的荷兰迄边的即、个印尼迄边的总督啦吼，大家拢真庄重礼貌，申请礼服写斗篷啦吼，后壁注明讲是礼服。斗篷是要安怎讲？斗篷，斗篷，帐是指即个帐篷啦吼，所以毋是啦吼。我即马用规则去测吼，即个斗篷是，我先查一下英文是安怎讲，我嘛要记英文要安怎讲，先用 Google Translate 翻译一下斗篷，叫做 cloak 吼。Mantle approval clock CLOAK， 另外我再用下英词典，我的下英词典查对。下英词典，伫遮，哇，下英词典啥？几站？下英词典几站？只好看下册台语有无？对应英文 clock，CLOAK， 所以无 CLOAK 对啊，无，外国的即种斗篷吼，你若看啥物？叫啥？这差袂记啊，魔戒啦吼，魔戒。你若看迄种伊内底拢穿诶，哇，一领仔雨毛安尼，斗篷。所以，我想看觅，伫台语会安怎讲？因为其实敢若有即种物件，其实嘛敢若有啦吼。clock 无，好，斗篷册台语。对应中文斗篷，所以好，敢若有两个吼，3个啦吼。台华线顶词典叫做番满，番满毋知倒来吼。教育部词典写番仔满吼，番仔咧穿诶啦吼，所以是敢若汉人较无咧穿诶，番仔才有咧穿吼，番仔满吼。TJ 吼，中大字词典有，但是这爱去找迄本吼，我无迄本，即纸去嘛袂记咧买吼。好，番满，满吼，
拄则讲号满，所以迄种迄种形式的迄种衫啦吼，应该就是叫做满。我看满有啥物讲法无来？颔裙满，颔满。满颔棍的满布吼，应该是满甲颔棍遮尔啦吼。这毋是西洋的环啊满颔到你规身躯吼，所以颔棍满颔满这无适合吼。帽满捌听过无？我嘛毋捌听过吼。帽的左右甲后边迄个马蹄形吼，马蹄形的迄个土山。叫做帽满，左右甲后面马蹄形，吼，叫做帽满。我咧摇这应该是啥呢？这着爱先来现一个无诶相片。因为吼无咧读即个技巧吼，啊，着即侪奇奇怪怪诶书通好来学吼，诚趣味。为虾米即只会无？诶，相片拢是说哦，奇怪吼，日本式诶吼，来，遮一个，好，即是啥物人诶？王廷杰诶墓园吼。后壁即个应该就是帽满啦吼，你若有看即个 YouTube 吼，你来看我即马这就叫做帽满吼。当然我嘛是今仔才学着诶吼，马蹄形诶嘛吼。因为即两个帽满，即个内底一层，外口阁一层吼。敢一定爱拢爱遮大，平常时伫台湾即马，你若去网地看会到吼，应该拢原来个新的无拢阁看会到帽满啦吼。我讲新的，就是讲意思是用框起来，用迄个红图框起来迄种，阁有帽满，因为较古早的较无吼。满草满草满，啥物叫草满呢？较早迄种，我煞袂记迄名，就是迄种号满。古早时代号满是用草做吼，草满。叫做啥？我煞袂记叫啥名吼。番仔满有呢，但你大书店有收番仔满吼，但是伊写讲这是肉叶，或者是一种叫做圆啦吼，一种大鸟，叫做番仔满。结果番仔满是即种鸟吼。等我来看一下原文的解说，番仔满。番仔满伫倒有看到番仔好？番仔满伫遮吼，真正是鸟呢，hitobi 或者是 hikimahashi。番仔满是一种鸟呢。有兴趣则家己去科考吼，为虾米讲迄番仔满是一种鸟？后来是毋是有可能像教育部所写的，讲变成是迄种大鹏的讲法吼？伊种大鸟，你看你知吼，咱敢若一领大鹏嘛吼，番仔满吼，迄种像马丘啦吼、鹰啦、鹰啊、大迄种，咱敢若种秃鹰即种有无？敢若穿一领番仔满有无？吼。是毋是因为安尼，所以甲即种鸟叫做番仔满吼？好，再来有号满这大家知啦吼，即嘛阁有安尼讲吼，即嘛阁足侪有人安尼讲号满吼，以外套吼。肩胛满就是披肩吼，女性的披肩吼，英语叫做这是读做 shawl 吼。
啊，先煞学者英语，我毋知影就安怎读。少少金甲膜吼，膜就是覆盖吼，披盖的意思吼。例句第厝坎抹草吼，顶就是顶面用树啊，甲伊抹一下吼，即种例句啦吼。手摸金甲头，就是手摸金甲头，就是要怎讲？较早定定我汉文去上，我读小学的时阵啊，读小学的时阵啊，去斗阵行去学校读书，我定定拢手甲摸伊金甲头安尼，啊，伊足生气的，讲足重的，叫我莫安尼甲摸，手摸金甲头吼。摸脏水，哎呀，我即马拄则一直咧想无迄个，就是脏水啦吼。古早互摸是用草去做吼，草摸嘛吼。啊，另外一种讲法叫脏水吼，因为是用棕树的迄种树吼，毋是草吼，其实是棕树樟树的迄个叶去抽一丝一丝安尼吼，叫脏水吼，棕梭吼，蓑衣吼，脏水。好，摸互摸。哦，即拢是摸吼，摸就是掠坎嘛吼，披坎吼。后壁一个词叫做摸这管人该买，这什么意思吼？我看卖啊，日文的规则，人看甲袂记的时间，好，搁8分。摸。遮摸，即个大理大师咧用的即个汉字吼，我安那今仔日第一道看着吼，是一个广东的广字的顶头迄个坎挂，下底是一个死亡的亡字吼，读做摸吼。好，拄则第一个意思的即个摸吼，就是披坎吼，坎字坎吼，叫做摸。内底有一个例句吼，我看无吼。满这权该买，这什么意思呢？满这权该买是这权の債権の付帯している不動産をそのまま貸し受ける。这权附带的不动产，满这权该买。OK， 应该譬如讲，你即块地吼，摕去甲譬如讲甲银行贷款吼，到尾可能拿袂起啊，就只好甲即块地就卖互银行嘛吼，银行甲你买起安尼吼。就是满这权的，顶头阁有债务，有带债务，比如讲，即块地100万好啦吼，但是你甲银行贷30万还袂起嘛吼，就是满即个债权甲伊买吼，就是意思我阁出70万甲你买安尼吼，当然银行是袂遮好心啦吼，满债权甲伊买吼，就是应该是安尼即个意思吼，所以是满伫覆盖有即个债权伫顶头吼，满这权甲伊买吼。好，第二个意思是啥物呢？第二个意思是草摸啊，第二个意思是第一个是覆盖嘛，第二个是披坎，那两个毋是共意思吗？两个披坎就是我看，おほふもの，おほふもの。第一个是おほひかぶせる，或者是うちかける。日语无好到这程度，无解清楚即当中差别伫倒位吼。好，例句有草满吼，草满讲是落天，kimono，我应该是就是拄则迄种
像樟水啦吼，草蔓，或者是真正用稻草去做草蔓吼。樟水佫毋是用草吼，是用樟树的迄个水。佫来是虎蔓吼，颔棍蔓吼，这都拄则讲过吼，伊的例句。番蔓，番蔓来，番蔓来，番蔓呢，日文版有解释吼，讲叫做外国人の小るまたは引き回し。后壁または引き回し我看无啦吼，我平常去查吼，但是头前迄个外国人の小る，咱知影拄则有小，就是迄个讲披肩嘛吼，所以番蔓就是即种外国人所咧穿的迄种蔓啦吼，小る吼。番蔓，所以无毋对吼。番蔓就是斗篷吼。我拄则一直咧想讲，咱东敢有人穿即种，较无啥物印象啦吼。但是番，譬如讲，番迄当中所讲的，即个毋是汉人吼，因都有穿即种的吼，番蔓吼。所以这应该是可能足早就是安尼叫啊，叫即种形式的衫叫做番蔓吼。斗篷就是番蔓吼，所以安尼或者是番仔蔓吼。迎新的意思就是迄种鸟啊吼，生做迄种形啊，咱敢若身躯满一领即种番仔蔓即种鸟啊吼，就叫做番仔蔓。OK， 真趣味吼。好，即个斗篷吼，咱转来日志即个日志遮吼，讲呢，因为今仔日要宣告即个。荷兰总督吼，就是印尼的总督的即个等于是人事宣告嘛吼，所以为了即个目的，甲足侪不管是主管啊、下属上，大家拢来参加吼，拢调集来，大家而且穿插拢真庄重、真礼貌吼，身穿礼服吼，就是身穿番仔蔓，约落1点礼服吼，而且是有外口嵌番仔蔓的吼，约落1点钟了后吼。即个你若有看迄种15、16世纪、17世纪的吼，因迄种为迄个外国人的即个图，你有时会看因的身躯会满一领，迄种番仔满一领衫吼，满一领即个，毋是讲介长啦，差不多甲腰吼，甲大腿遮尔吼，迄种番仔蔓吼。约落1点钟了后，因含在场的朋友，其中有一寡人吼，带着因的某囝，拢按照邀请吼，去长官阁下的大厅里，真愉快来共享为厝内准备的即个中昼顿。大家伫遐咧享用中昼顿吼，大家拢一直留到暗时啊，约落9点钟哦，就中昼食到暗时啊9点吼。真愉快，真热闹吼，又搁趁着即个欢喜来互相交谈。无论是对倒一方面吼，拢无人发出无欢喜、无愉快的言语。这是一件好事，也希望如此来结束吼。希望即个好调头吼，会当继续吼。看下时间15分钟好，搁有15分钟咱继续读吼。8月22拜二。早起牧师 Daniel Gravius， 拄则咱讲迄个叫停职迄个牧师叫啥名？我煞袂记，我来搁甲显一下吼。停职迄个牧师叫做就是 Gravius 吼，就是即个讲健康适合讲道吼，伫小人遐咧无道吼。应该是做了诚好，结果含长官阁下两个人袂爽吼。咱来看，早起即个牧师 Daniel Gravius 和 Gilbert Hubbard 送2份书面的即个陈情书吼，陈情书来互特赛阁下开始相告啊吼。即2份陈情书呢，拢特别来申诉讲，因已经有一段时间伫咧诉前场合。受到长官 Verbert 阁下不公正的对待，所申诉的内容详细记载伫该陈情书里。
该定情书保存伫秘书 Phillips Chancellor 遐。下午，即个政府的稽查官 Thomas Brugel 摕到一份文件来互特使阁下看，迄是伊还伫巴达比亚的时阵，总督 Carrel Raniers 阁下所交互伊的。伫个文件里，总督阁下就是稽查官吼，交互即个提出即份文件吼。讲伫即文件里呢，总督阁下命令上述的稽查官，就是印尼的总督吼，命令上述的稽查官对迄个已经改职的上级商务员兼稽查官 Dirk Snook 发出严重侮辱总督阁下的代志来进行调查。就是即个文件内底吼，下一道命令讲叫因来去检查，较去调查迄件代志吼。即个代志就是讲有一个上级商务员兼稽查官吼，去侮辱总督阁下，所以即马总督阁下下即个命令吼。即个总督阁下拢是指印尼吼，所以原来私人文员就对啦吼。因此，伊请求吼讲先来处理即件私人案件，然后再过来进行其他的事务吼。所以，即个稽查官 Thomas Brugel 讲啊，即马即项先来吼，即个总督阁下交代即项先来，所以就对此来同意，并且来答复该稽查官讲，将会尽量较紧来传讯上述迄个 Snook。Snook 就是迄个去侮辱总督阁下迄个吼，叫做 Dirk Snook 吼，命令伊来答辩此事吼。即个上级商务员兼稽查官。好，8月23拜3。好，代志开始进行啊吼。咱今仔可能即篇读了差不多啊。8月23拜3。特使阁下收到2份抗议书，是2个学校的教师，名叫做 Matthias Cornelis 和 William Burchard 所交起来。哇，即马这个代志特使啊，一来代志做袂了吼，过来过去吼。学校教师来抗议书，这2个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伫咧牧师 Gilbertus Hubbard 的监督之下，派伫咧北区阿宿舍担任学校教师的工作。约落伫2个月前，因奉着长官 Verburg 阁下命令，对遐被调返来处地，应该是讲对阿宿舍去互调来即个台湾遮啦吼。要来为着上述的牧师被告的即个案件来据实作证吼，就是调来遮做证人。但是当因被前任的稽查官 Dirk Snook 质问的时阵，即个 Snook 就是拄则去互总督阁下下令调查即个吼。上述即个 Snook 呢，爱因必须要按照伊所知影的，对上述的 Hubbard 的指控，即个 Hubbard 就是迄个牧师啦吼，对即个牧师的指控来作证吼。即个代志真遮乱糟糟，一个过一个。虽然因，所以即个 Snook 是要求讲恁爱来作证吼。虽然讲因开始的时阵真强烈来反对，讲根据事实甲良心是袂当安尼来作证，意思讲因无爱指控即个牧师啦吼。但是最后因被停发的威胁来折服，意思就是讲，结果人即个史努克伊甲威胁就对啦，你无爱作证安怎吼？来看威胁啥物？因为惊讲将来会遭遇着折磨甲严厉的受禁吼，就是可能会去用刑啦，去用关啦吼。因已经去用关过7礼拜，敢若食米甲水吼，食即个饭甲水尔，无饭无咸人配吼，无菜人配吼。所以呢，都按照上述稽查官的意思来作证吼。所以即嘛抗议啊，特使来啊吼。大官来啊吼，冤枉啊吼！
因此呢，因两人拢要收回上述的罪证的物件，毋但要收回迄寡证书，也要撤销因为安尼来就抓的即个誓书啦吼，发誓，即个发誓的誓应该是读做誓，我查一下吼。哎呦，这足讨厌啊！这个 mark 吼，这个 copy 这小卡名就是卡面 C 就试落啊，结果拢无反应。所以我这 mark 这用到即嘛，其实我到当无介满意吼。好，说吼，咒抓白话字讲白话音叫做抓吼，咒抓。啊，但是文言音读做说，吼，这我应该是因为两个音嘛，一个说，一个抓，吼。第三声说，吼，讲因要撤销，因为因的咒抓的即个誓词，并且声明讲，迄寡完全是被逼不得已来做的代志。因此，即个政府的稽查官 Thomas Brugger 的方面啊，所以即个另外一个稽查官就是。应该是即马来的即个稽查官吼，方面爱尽量较紧将此事彻底调查清楚，以便确实审判罪犯，互法律会当互公义发出光辉来吼。啊，即马即个拄好即个印尼长官对即个稽查官原来哩袂爽，对即个斯努克拄好袂爽吼，所以即马吼拄好落着即个吼，即个小辫子吼。拄徛即个芳吼，下午特赛阁下和长官 Nicholas Verberch 阁下吼，就是台湾长官吼，商议了后，甲现在福尔摩沙议会吼由下列人员增强组成，就是即马特赛啦吼，和台湾长官两个人参详啦吼。甲即嘛，福尔摩沙议会吼，佮甲增强组成啊，就是佮加设几个位就对了吼。好，会对，就是安尼，就是有特赛 William Verstegen 阁下吼，就是即个特赛本身嘛吼，做临时议长。啊，长官叫做即个长官叫 Nicholas Verberch 阁下，就台湾长官。上席商务员兼任副长官 Frederick Coet， 上席商务员兼任稽查官 Thomas Brugger， 上席商务员 Johannes Dankers， 上席商务员 Rainier Damas， 商务员 Zacharias Wagner， 秘书 Phillips Chancellor， 这7个议员，吼，议长就是拄则讲特赛嘛，吼，啊，下底7个就是包括。即台湾长官甲其他几个商务员，这7个议员，毋但伫咧处理即个岛上所有公司的事务，吼，歹势事务，每一个人，无论是谁吼，无论是谁，也阁必须爱必须爱接办交起来即个申诉，吼，就是除了即个岛上所有公司的事务以外，阁对即个。人申诉的代志，原来爱接办，并且爱互因应该有的答复。为着达成即个目的，将会伫咧明仔载早起去台湾市镇遐卡罗市民甲新仔人来通告。吼，意思讲要大声宣传啦，讲即马开始吼有冤枉的做你来申诉吼，以免日后有人讨讲毋知影有即个代志吼。并且决定要甲上层城堡迄个老的高离事务所当作开会地点，就是城堡顶悬有一个旧的即个高离院啦吼，要当作开会地点。伫遐要开设3天通常的办案日，就是拜二、拜四、拜六吼，二四六吼，这3天要办案。每一天要对下晡2点钟开始准时来开始接办案件。若是讲去尊严的法务议会甲公正的法庭，拢爱依持一直以来的即个办案日，
继续来办理因日常的事务。就是讲，除了因即马新设的3工的办案的即个单位，另外本来就有咧进行的法务议会甲公证的法庭继续依期逐工办，毋是逐工啦，伊讲依期延续一直以来的办案例啦继续办理因家己的即个日常的事务。看一下时间，好，剩一支啊，应该读会了。要暗暝的时阵，上述阁下含，就是顶头所讲的迄寡什么议员啊、议长含朋友去外口去活动参观市镇的各个所在，就是即个热兰野城有一个市镇嘛也去参观最近伫遐所建造的公司的庭院的确讲最近就是知影讲最近对巴达维亚派来面对阵Conic David 号已经平安载着真侪食物来到平湖咯。即个暗时的祈祷以后，迄只细只尔工船早就已经密封已经封起来，要送去日本的迄寡书信甲物件，要去交互面对船 Witwatersrand 号，并且要传令该面对船的船长 Jacob 先生讲，因暗都要起定，求上帝带领出航前往日本。即只船所载的货物有300大包的丝、一寡茯苓、麝、米、茴香等等的物件，总计达是70546号吨。愿慈悲的上帝一路带领，并且互该船真紧来转来厝地。好，这是8月23就是甲因的即个组织啦就是记讲今仔日开始要组织人员任务要安怎分配啊，组织要安怎要安怎设置组织来做接即个申诉的案件即个8月23，爸比你讲话咱今仔日我看觅剩2分钟，我看8月24。爸比讲，台湾原住民有穿番仔帽，讲细汉去诬赖因爸爸妈妈有买好穿过，哎呀，真甜蜜的即个回忆番仔帽。来8月24咱来甲读一个好啦，剩1分钟我读了拜四，福尔摩沙议会头一遍伫咧顶面即间旧的即个孤儿事务所来开会，因为无人即拜四嘛，伊讲拜2、拜4、拜6嘛所以拜四开始因为无人提出请愿或者是控诉，所以兼任议会议长的特赛阁下，就将即个南方贵罪总督阁下含东印度议会对巴达维亚送来厝地所有的书信摕出来宣读无人来小告嘛所以就甲即个对印尼所查来即个批信摕来读互大家听，以便大家拢会当知影讲阮的庭师对各项事务的想法，也知影讲因对即寡事项的期待头一工无成立啦好，咱今仔日就读到遮8月24。我是开的房是3对73，是要安怎看？来，好，我来关房啦感谢玉文，感谢咱关房爸比搁咧无闲，不要紧。即嘛即个日子读起来真趣味因为毋是干那记数咧逐工有进度的
所以真期待，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读。好，我来关房。